好冇 feel 啊？正唔正啊？買唔買到聽晚飛啊？買唔到啊！我幫你唔到喎，買唔到咯。過嚟住下2-3個月都幾開心，日日都咁熱，唔使諗襯衫，日日就背心，背心牛仔褲，背心牛仔褲，好似好爽咁。有咩榴蓮好介紹啊？黑刺，仲有咩啊？係咪有個24咩啊？24D 啊？24A 啊？開唔開心啊？你知我叫鄭實文，但係我唔知你叫咩名，但我感覺好似見翻啲老朋友嘅感覺，係老朋友啊，唔係朋友，已經係老朋友嘅感覺。呢種聯繫我諗就係嚟自我嘅音樂或者我嘅電影世界，我裏面嘅角色就好似陪住大家成長，大家都去咗人生唔同嘅階段，我只好希望大家喺自己呢個人生嘅階段都可以揾到自己屬於自己嘅快樂。屬於自己嘅奮鬥，甚至屬於自己嘅夢想。唔好話40-50歲做都冇夢想，其實40-50歲都可以有夢想。